法国阿维农1947年开始举办嘅艺术节，当年7月底会有来自世界各地19支表演团体去表演，上来超过120万3人以朝圣咯。新竹县市政同法国阿维农同样系山上，也如系以传统建筑物为主嘅四种头。阿维菲路香港爱同阿维农艺术节的成功模式带入来。明年3月底，我来推出关西阿维农艺术节，我用艺术绘画和利用关西嘅传统建筑，去打扮做客家文化艺术之都，除了保存本地嘅文化资产，也希望有更多人落来，同时地用嚟欣赏一个美丽嘅土地。路灯错的，点清的关西镇，当地的盐田一场神奇的喜出。因为角色众多，人又有限头，得上年上手爱做2种角色，有嘢从起去做跳那么澎湃的路外嘢。行一场又变做发条嘅西麦轮呢。你装薯条，刚才是拿出来装的，然后来，我就拿个透明的塑料透明袋的，外要按照刻意用的，拿出来。一条中年也爱无数个训练嘅演员，唔是有演出嘅经验。经过3整夜，每礼拜100的习训，傻傻都做到充满自然派风格的演员用嘅。大早拜6下猪头，1点半就开始，开始的时间大家就先热身啦哈，先律动一下，先跳一下舞，过后导演来了哈，再教我们各个剧场的一些动作啦、肢体演员表演啦哈，还有做面具。来到咱发觉讲哟，唔係一啲想嘅咁簡單啦，因為來到兩從頭到尾，你不能是唔係做戲嘅人啊，我是家來編劇，我是家來想個故事，有啲人要上班，有啲人冇上班，有啲人要家務事，所以冇可能大家講，哎呦，一天我那個時間，所以唔講嗌到啥哩，按無頭髮過來，原因是按人，大家現時家。他有閒嘅時間來陪下一下，那就是要犧牲一下啦。我舊啲啲咪最老啦嚇，不過這你係你後生嘅時間冇見過嘅，啊，所以活到老學到老，我覺得還挺神奇啦。天英日舉行頭一擺成果發表，觀眾陸陸續續來到，其中圖羅獲樹演的條件，準備而來看戲。以後伊就會來到了報戲哦，同大家講電視，要睇人寫字點點堂哦，莫將來按答啲啊，按答啲哦。雙重的第一組作為嘅七家嘅故事。男主角因為唔好讀書，一天愛發揮自家一定讚美，去報考挑戰。家妹本單唔肯，好得佢當大兵，當堅持，以為當好嘅結果。真緊張你啊！你要
靠动物。是嘞，有听无？哪有听你？我阿妹讲啊。阿妹，我靠动的啦，呀，看，对，看到了。王德才路，靠动，靠到太好了，好唔好哟？阿妹好得意哦。哎呦，还好。因为我透过去考体专啦，考体专的时间要训练的，上下人佢唔止讲，嘛该做嘛要做上脚。做上脚其实因就是讲练田径透过是讲练田径是做得考体专，考体专的时间，而家时间有修教育学分做得出来做得做欣赏啦。我读书无嘛晓所以是讲我是靠那做得训练嘛。其中，现场的人看到下下睇落嘅，就是两姊妹唱定爱说隔壁嘅夹出去。我让他哥哥差就是读书有同学，就是年纪近就动了相超，所以记忆很多都是到哥哥的记忆啊。那个又像是这样个读书老师会打音啊，只印象深刻就是学校跟家里是安永庭，就是小时候的回忆是安永庭，表达我的个性很坚持，不管好事或是坏事，我就是很坚持。哎呦，我细细吼，安怎当残联啊？是吧？细细吼就话佢对些歌的时候，念书是没办法打的呀。念书是唔系见法，但是佢嘅脾气细吼，真唔好啦。太累然后速度还过山那样的。观众看到龙龙文，因为伊度的希望看到贴片有感想，都系自家实发成功的事情。星座关系喺一类西山上，还保留着朴实的人文风情。同法國的阿維農同相搶，古數學比比上海老法國阿維農藝術節的成功經驗，帶到也來發展。愛透過聽年3月的推出關係阿維農藝術節，用表演藝術來帶動關係的文化生涯。在法國的亞維農，它其實就是從個戲劇就是起源的，它就是辦了很多的戲劇的比賽。然后就那个地方就开始兴盛起来，然后到现在就变成说有世界各国的表演团队都会去每年去报名去参加那个法国的那个戏剧比赛。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它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营造，希望它以后也可以变成是表演艺术聚集的一个场所，不只是关西人在这里做表演，也可以吸纳全国各地的人来这边做展演，这样子。比到的老藝術當景，上行卡多彩天人來參加。關西阿維農藝術節用沙旗劇場為主，幾面大棚劇場的形式，來表現出自家嘅生命故事同沙旗議題。它不像那个音乐或者是舞蹈，它只是一个片段，它只是片段的形式。可是那个戏剧，它必须从生活故事。他就必须要开始一起讨论跟一起激荡，所以他们互相在一起时间会非常久，而且元素也非常多，因为从编写从排戏或者是说准备道具做服装，这些就是跟生活完全做结合的，它是从这生活里头去取材的。民共关系慢活的城市，但是慢活不是沉寂，而是它是一个很悠哉的空间。那既然悠哉的空间，就需要一些所谓悠哉的一些所谓比较文化的东西进来，那才能够把整个文化整个地方衬托起来。如果你说变成老人家，什么步调动慢，房子也老，也没有气息的时候，那当然关系就变得很沉寂了。
头一秒还参加演出，下一秒赖传宗就转到工作室做飞嘅。20年前，佢同结节的永泰台北金融业的头路，转到关系，亲戚家相爱过的人的。从小到大是，你都过不当简单啊，咁慢慢自然读书啊，都我不做些里头，见到见太太，他们接触所谓工商社会嘛，佢知道。没人自家关系的啦，跟阿爸阿妹没什关系的啦。叫你想，哎，到台北没差不多赚了不卡嘞，跟就是想出台北办种新关系来带。赖传宗董满意一下做的自家相爱走马街就走马街的生活方式，有很卡多的时间同屋企人共下，也很卡认识自家的家乡。一早半下寒假就拜六日没吃到，会回归到乡土来。然后山当种到茶里头，去统统啊上去脚头盖的人也没吃到比公司上班人也还舒服，不是同人讲法啊，所以就脚头慢慢盖，看到一棵茶树从细细慢慢变成抬头树，这个这个摘茶，这个做茶，这个泡茶，这个做用这个茶壶，我知道人生的一场嘛呢啊，有人用的艰难工业，我知道很做得啦啊。冇赚到钱，不过赚到身体，赚到快乐。同赖传宗有共用想法嘅人一多，其中也有老记送下年纪嘅中生代。大家今日爱同家乡走马街，一摆参加艺术节活动，一天爱透过民间嘅沙器演出嘅方式，打出冇共用嘅关系阿美农艺术节。因为一个好嘅艺术节，我希望系在地长出花朵，由土地长出来的。如果没讲有用钱吼，请那过夜团体过来那边表演哈，然后花个几百万，然后演一演，然后大家玩得很开心，钱烧完，那个活动就结束哈。这个叫做昙花一现。那希望讲哈，如果关系要变成一个艺术小城的话，它必须是回到生活，关系你的日常生活。然后呢，这个艺术是从我们关系人的生活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去年10月份我们就进到关系，开始办很多的活动。你讲个献祭啦，乜个活动都是含在当是7、8里头，冇是创山歌。唉，跟上次讲了，没讲唔好的东西，当一堂都通嘛空张嘛，对吧？我们看有时总是后生的，总会接受一些新的一些文化的气息，用不同的表演的方式里头。所以特别亚文农就是讲，用透过不同的表演艺术方式，唔可以你讲啊，总会客家人读到是市场是他是到提讲是讲里的。民国4年的时间，是来藏区了。民国4年，开始还是日本时代啦。日本时代所以个地方建筑有的会像日本式的，有拱门啊，然后有专门还新来啦。啊。关系阿美农艺术节总梦团队用1年的时间，成立关系局里做田野调查，清出10个合适表演的空间，包含3个古迹唱舞祠堂。头摆喺罗沃人土树嘅罗沃树叶一条，也透过安用嘅方式来留罗沃嘅做很较好嘅利用。CC 关系哈，有2个小时之内哈，大家可以在关西的镇内走一圈哈。那这走一圈又看到亲讲的那客家的活动哈，有没有？客家的宫厅，还有那个古迹哈，董多古迹，比如太和宫啊哈，还有一个郑家祠堂哈，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罗家书屋。那这个小小的一圈里面，就董多大概20几个这样的一个景点。那我希望讲用这个表演艺术的方式，把我们这个传统的客家的活动，这个客家的空间，把它给它活化起来。一方面，我两边已经颁布为3级古迹、3级古迹的啊。韩国呢，个建筑啊、关系啊、清晰啊，个团体也会弄团体讲，人来家，也后事答应。这方面，人个古迹介绍出去，
啊，一方面他来参观，一方面带进新的思维啊，一方面来参观旧的古迹，这个新旧并存啊，我知道一大创新呐。你关系迄客家庄，哈，普通人迄上到客家庄，是讲传统的东西，是客家的山歌啦，哈，八音啦，所以杨文龙这个逐梦团队，哈，茫年的规划，哈，是讲要在传统的空间，可是要表演比较现代的艺术，哈，譬如说可能是现代舞，可能是默剧。在一个传统的空间表演一个现代的艺术，那它会产生一种反差，一种对比。有80年历史，喺牛欄後面巷嘅東安橋，係關西有名嘅地標。當到關西人老師都很記得相關嘅故。橋面下用石頭結出5隻拱形嘅孔，一條綠山長牙戲，色彩很強烈，啲人欣賞演出。係一等現代藝術。橋下搭咗隻嘅台啊，好本人表演嘅舞台，到時嘅主要係人肉，觀眾呢做咧除咗兩片嘅位數，嚇，按兩暗嘅步道嘅位數，做咧彈，做咧觀賞。啊，嘅背景嘅部分呢是喺呢個路橋，係東岸路橋，做背景，好像在安尼水岸音樂會安尼感覺。艺术节其实只是一个策略啦，哈，因为其实关系除了刚刚讲好山好水好人情哈，其实关系艺术在地艺术工作者嘛，懂得啦哈，而且关系有很多的那个在外面都学艺术的，那我们希望第一届能够把这些力量整合进来啊，各位来希望关系用艺术当做一个主轴哈，开始来发展它的产业。好，因为艺术它还是要跟产业做结合，然后它都做一个客家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唔但只愛保民族感受藝術的喜歡，關係阿比農藝術節，希望亞洲的上挑3年都關係。透過藝術熱情同在地文化結合，落戶嘅為行卡有用處，也同關係鎮帶來行卡多嘅發展。喺傳統當中，尋到新亮點。